老师平安，观众朋友食饱未？平安。今仔日的电脑我会慢几啊歹，毋知影啥物原因。因为咱今仔要来讲一个足重要的事件，对无？伫台湾吼，可能即阵的囡仔已经足少人知影吼，但是伫进前吼，即个几当前的事吼，全世界拢知，对无吼？因为咱前礼拜28纪念日，咱今日甲来讲28的一寡代志，都是甲宣教师有关系的。嘿，对哦，听讲咱今仔要讲的即个人是我的学长，后来伊阁去台南师范教册呢，嘿，嘛是我的算做老师对无吼？伊拢跟我有关系哦，而且伊阁是台南人，咱顶礼拜讲台南出头人，老师嘛是台南人吼，好，咱的朋友来啊！今仔日吼，你若看我讲话，咱想要慢2、3拍，要原谅我呢。好，咱的朋友三位对3月吼，但是咱咧讲2月顶礼拜发生的代志吼。好，安尼为虾米即个人遮尔啊重要呢？而且吼，伊阁有写字哦，阁伫美国的一个教堂哦。即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教会教堂是，嘿，就是即个，就是一个原因，就是即个是巴克勒吼。巴克勒牧师吼，伊是伫台南先人伊做校长，伊一面搁伫遐咧整理一个中学，迄个叫做长乐会中学，即个中学哦，伊有派伊就介绍学生去日本读册，去日本读册伊有一届，即张相片，就是巴克勒牧师去日本。甲台湾去的留学生来做翕相，后壁你看已经日本的教室，竹升台南二中的教室，台南二中就是安尼去的，迄个内面就是安尼。日本时代起的教室拢都成啊吼。迄个时代起的，所以这是迄阵送去日本读册哦，应该拢足厉害的对无？就是讲伊关心一个囡仔。伊若破病，就去病院甲伊看，还是去因兜甲伊看。送去到日本，伊阁去日本来拜访。所以咱今仔日来介绍一个叫做林茂生，即个人，因为台湾人足侪人知影啦。对台湾无关心的，当然因就毋知啊。咱大先来讲，就讲迄个林彦成吼，林彦成是一个秀才，伊秀才伊还未接受到基督教，因为西教师甲伊请来做汉文的，来教汉文，所以伊就慢慢接受到基督教。后来伊就信耶稣，后来伊做传道人。巴克勒牧师呢，佮有甲伊洗礼。叫林彦成。为什么讲到林彦成秀才呢？因为因囝叫做林茂生，是要讲今仔日咱要讲的主角。林茂生。因囝是林茂生，当然因后爸伫中英教册，伊就会顺续的而且读册是应该因为迄个时阵共伊咧读册，佫有一个赵天柱吼，赵天柱是一个传道师的囝。两个人伫中英中学是真重要的两个人物，因为林茂生后来做理事长，也就是当市长啦，中英中学的当市长。赵天柱呢，伊是光复以后第一任的台湾人做校长，就是赵天柱校长，这种真重要啦。因两个派去，拢有去日本读册。去日本读册的时阵，巴克勒牧师有去拜访，就是迄张图吼，这是第一张来讲。咱简单来介绍这个林茂生是啥物人？
伊真厉害哦，林茂生你看，咱看伊诶经历伊去日本读册，伫东京诶帝国大学诶文学部哲学科毕业，毕业以后倒转来台南。台南迄阵拄好万英华做校长，就是英国诶一个宣教师叫做万英华，咱后礼拜再来讲。伊阵做校长，就请伊来做教头。教头诶意思就是教务主任啦。请伊做，迄阵都发生一个日本为了要调咱台湾人设立教会，设立学校。伊讲爱有10万块诶基金，才会使登记设立私立学校。迄阵当然拄成立，成立以后无啥物钱啦，也未立案日本诶政府也未立案。安尼讲你要立案，大概有10万块诶基金，10万块就等于起一间教会诶钱啊，起一间学校诶钱。所以伊就去募款。林茂生就去募款，后来真简单的募款到10万块无问题，中营就设立。伊伫遐做伊伫遐做诶时伫中营咧做教务主任诶时阵，伊一面阁有兼台南高等商学院，就是即摆个台南高商啦，高等商业诶专业学校，阁有伫一个台南阁有一间的大学原地叫做国际学校，专门在教国际的就是等于师范学校安尼，就是南师的前身拢有伫遐教过册。是。因为伊真牛真厉害，因为有英国人来遮团队有一个讲就甲伊教英文，因为伊是伊讲迄个请林茂生甲伊教汉文，伊讲伊就请伊安尼，你甲我教英文，两个人教我，教英文就出来因为日本人知影讲即个人真牛真厉害，英文阁足通，所以就甲伊派去政府派去哥伦比亚大学来研究教育甲哲学。哲学的教育。伊去一档是受日本的钱援助，一档后伊的硕士摕着以后伊就爱转来，毋过伊想要去读博士，另外一档，伊就变成爱家己付迄个钱就对啊，所以伊就贷款，后来贷款足久较还了，伊搁一档个摕着博士，在1929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伊就摕着。转来的时阵因为是政府派去的，所以政府就派去台北的高等商业学校来教册。无偌久伊就去倒转来台南。后来伊伫台南的高等工业学校，即间学校也就是成功大学啦。伊一面咧教德文，一面做图书馆的馆长。伊伫成功大学有10档的时间，所以成功大学的图书馆内底，有伊的档相纪念相片。安尼伊是做老的有名的台南的学校，伊拢教过的对啊。伊安怎有名？伊去哥伦比亚大学读册的时阵迄阵拄有一个德国来的教授，伊就请林茂生甲伊教英语、教英文啦。林茂生就向教授学德语，结果伊的德国话就讲足好。伊摕着博士学位以后，伊捌去德国的柏林大学来伫遐演讲，用德国话来演讲，所以德文也真好，英文也真好。是一个真特殊的、真厉害的学生啦。伊伫即文应该就是迄个天才就是资优班的资优生对吧？就是什么拢会晓。伊是真好啦，伊的书法嘛做到写字，这是伊写的字对无？
这拢是伊写的伊的字体啊。嗯，听讲迄个老师即届吼，因为即本保存伫中营诶，啊来迄间房间是袂当互人学凊彩入去诶吼。嘿，啊对，即来摆伫中纪念嘿馆无毋对。是啊来老师迄工去拄好遇着中营以前诶同事，甲伊开门哦，所以咱可以当对，看着即个理由。真感谢迄个同事哦，因是，为真热对情咧，甲我介绍吼，帮我开门。对，就是我后我壁即个背景，我的嘿。背景就是迄间就是纪念馆。我后壁一间背景，我来一看觅下，间背景。我即个就是纪念馆诶内面，啊，老师诶后壁是纪念馆外口，诶外口，外口，嘿，即本拢伫中营诶内面吼，真正无简单吼，会当保存，爱跟咱个会当今仔日会当看着这吼，拢是靠老师诶关系。这个彩色玻璃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哦，会举办的嘿，彩色的伊窗啊，边仔一个河边教会啦，叫做河边教会，和平嘿，教会河边顶嘿，悬有上帝视听，这个是林茂生写的，是。就是伊个书写，法家，嗯，所以啊，伊咱讲伊伫遐诶时，两个老师拢做介意伊诶，对无？对，伊伫遐毕业时吼，两个拄诶即个做过名诶德学教师是吼，特别甲伊留踮学校内底做老师啦吼。毋过林茂生吼，伊就讲，伊看着台湾家乡吼遐尼济，拢抑个，就拢互人算做一个足需要人帮衬诶人啦。一群足需要人帮衬诶人，家乡诶人，嗯，伊实在无等于袂使。哦，伊就无留，伊是，想讲，伊若留伫高大吼，实在是真好啦。伊名嗯，声、地位、金钱，逐项拢有。伊对啊，做教授名声足好啊，对啊，逐项都伫拢有。纽约呢，会当伫伫纽纽约，约，对啊，爱伫嘿，遐做教授，伊要钱是，就有啊，伊诶名对，声阁真透。讲毋过，若想着台湾，就是伊故乡遮诶人，因为咱读册也真少，台南遮也真无，因为日本人对台湾人限制足济啦。日本人会当读册，台湾人会当读册数量就限制足济。讲不是，时拢无法度来，所以就要转来帮衬台湾人。哦，无简单诶吼。即阵我知影，阮囝伫纽约嘛吼，啥物拢足贵诶哦，会当伫遐生活，阁会当伫遐教册诶人，拢是无简单诶人吼，而且会当趁足济钱吼。啊来伊无爱去啊，伊就讲伊要转来对无？所以伊诶字吼，阁有伫教堂诶玻璃顶悬。咱会当有会当去看觅啊吼。啊，来即个就是伊诶纪念馆啦。纪念馆等外口诶迄个石头刻诶迄个，不过伊虽然遮尔优秀，伊拄去台湾光复以后，咱先讲来讲台湾光复以后，伊足欢喜。伊讲安尼对呾以后，毋免阁互日本人欺负，因为日本人哦，平平咧做老师对无？日是，本诶老师诶薪水着比台湾人加一哦，倍啦。嗯，你若会当领1000箍，日本人就会当领2000箍啦。即哦，款诶对，无共款无诶公平，工作，就是讲无共款诶待遇但是嗯，工课拢是共款诶。台湾人拢是爱第二等诶民族，咱台湾光复诶时林茂生非常欢喜，伊讲哇，嗯，对呾以后，咱就毋免阁互日本人欺负啊。伊就全家就搬去台北，伊就去，嘿，伊就迄阵伊就去台大，伊做台大诶老师嘛，伫遐做原来伫图书馆内底有工哦，过，是，吼。
要做文学院院长啦，院长啦，伊就是伫遐但是呢，毋知什么原因有一阴暗时有一阴暗，来甲掠，有人来甲掠啦，来甲掠带武器穿便服，就来甲讲校长要找伊讲话，就甲伊掠去，甲伊压去。去着对待以后，就是讲掠去以后，就拢无阁有消息啦。因兜诶人，因太太甲因问政府讲，甲阮管理队互阮知影伫倒位就好。是讲伊即摆是安怎甲阮讲着？所有诶回答拢毋知影，无即个人，因拢无掠迄个人。伊就几10年过去了，到后来就是蒋介石诶迄款档案，有发布伫，就是蔡英文做总统诶第一年都有开放互逐人看，就知影讲原来林茂生诶罪名是安尼啦。第一项讲阴谋叛乱，鼓励学校诶学生，就台学生暴乱，其实这拢无证据诶啦第二条讲强力接收国立台湾大学，毋过即嘛是假诶，无影诶。日本人转去，当然台湾人接收迄阵诶校长嘛毋是伊呢，伊敢若是做文学院诶院长尔。来第三讲接近美国诶领事馆，就讲有去美国领事馆，领事馆逐个嘛会当去，我记我细汉嘛捌去，我咧读册时嘛捌去。去到要国际干涉来梦想台湾独立，总是即3条罪拢无证据啦。其实所以伊直直毋敢公布，甲处死即个人毋敢公布，拢无讲无即个人，我拢无掠即个人。其实掠去2-3日就处死拢无人知。咱即摆人知讲，即个人是死伫伊伤后啦。伤后，伤后，因为朝代若改变，足济个人拢爱牺牲，无一定爱你有罪啦，要甲你加一个罪是足简单诶。老师，安尼我就想着耶稣嘛是安尼人要甲伊定十字架耶稣那用阴暗时，来要甲伊定十字架，讲一大堆罪互伊安尼。对我阁想着耶稣就是阴暗时互人掠去。耶稣讲我逐日拢伫会堂讲道理，你毋掠，你暗时来掠。林茂生也是共款，伊伫台做到时话，你毋掠，你暗时要来掠，这就是暗时无人看诶，无要紧。无人看诶，毋知影谁掠去对，来迄个历史诶时，讲耶稣嘛是去互送去足济所在，问讲有啥物罪，讲查无啥物罪啦，就是互伊死就对啊，就是安尼所以这是伊诶纪念馆内面诶以下诶字相片。那个以下诶字边拢边有伊诶著作伊诶册啦。伊诶册嘛，知影一本下文音甲英文诶字典书典。迄个书典因为是伫咱较早有捌讲过，是伫英国印诶，无法度摆汉字版，所以拢无汉字。林茂生又将迄本册甲伊增加汉字落去，就讲遐诶解说遐。就是讲下文音诶解说，伊拢加汉字起，所以有一本字典真大本，我那摆伫遐。是，所以人无去不要紧，伊诶物件嘛是搁互留落来因为伊是真正是一个好人，一个正义诶人一个真聪明，有佮伊诶心拢伫台湾。一个高人是对我有听讲因囝本来会当读迄个日本诶学校，因为因有分日本人兼遮迄个当地人就是袂当读诶学校对无？像老师拄仔讲诶薪水差几啊倍，来伊无爱互因囝去，伊讲伊爱兼台湾诶人做伙受苦安尼
是台所湾第一以个美国留美国的博士哲学，第嘿，一其实是位啊，哲学，台湾人第一位。嗯，伊伫清朝生出来，经过日清本时代，经过中国政府的时代，经过三个时代，伫日本统治的内底，伊有看到，因为伊拄好伫甲算做较有名的人内底所以伊就看到日本人咧欺负台湾人哦，台湾光复当然伊足欢喜的毋知影讲两嗯，冬后，光复两冬后28事件的时阵，就去互无去掠就毋知无去啊，影去倒拢消失去对。对，消息伊无去，对台湾的文化甲教育是用足侪苦心嘛是算是民主的一个起嗯，头的人吼，伊因嘛讲台湾人有家己的风格，就是讲有家己的气魄家己的文化，毋通阁像别人安尼糟蹋。是，这是伊努力的目标，伊教育的目标也是安尼。所以伫因兜拢讲台湾话啦，伊的名无爱改日本姓啦。有人咧改日本名，伊无爱伊讲爱伫因兜也是讲台湾话。哦，是，所以伫上帝国内面较有盼望和平吼，无伫人拢是真所有的国拢共款，咱有看着中国的历史就好啦。每一个朝代若要改换，拢差不多死要一半人，全国的人囝死要一半，拢足严重啦。迄款逐届朝代若要变化的时候，足侪人爱牺牲。这我知，迄看电视有咧演，就是以前的皇帝对无？新的皇帝起来，爱甲以前的皇帝下骹的人先处理一下。处理高族，高族就是讲高族有关拢爱处理。系啦，有关系有牵连的，拢总爱杀死。是，所以所以咱来看咱就想一个圣着经好啊，咱但你历史什么款的角度，甲是平安，甲是和平的。当我出现，这是当我出现，这是什么人讲的呢？这是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真有名的是巴比伦的一个皇帝嘛，伊讲的伊讲当我即阵我来出命令凡夫我所管辖通国百姓，着伫但以理的上帝的面前行兄袅袅出，因为伊是我的上帝，长长伫咧，伊的国永远无灭，伊的权柄无强无尽。这是一个国王巴比伦的国王写的伊讲恁爱相信，爱敬畏，伫即个上帝面前爱袅袅出，毋通滥杀。即个上帝就是耶和华上帝，就是咱今仔日所爱，阮宣教士所爱人知影的一个上帝。对，伊即个国王本体是叫人爱拜伊做诶，这个是外邦的上帝。对啊，迄阵佫起足大诶一个像叫人爱拜伊家己要做神。到最后，伊发现，即个但以理诶上帝，即个以色列人但以理诶上帝实在是通惊吓。对，所以咱有上帝人诶，其实毋免惊毋免惊袅袅出就是讲咱会当伫上帝要咱做诶代志顶悬诶，拍拼去做做应该做诶，安尼对无？安尼就毋免惊讲去互人上帝的旨意，对。是，就毋惊去互人误会，毋惊去互人安那迄落就是讲国甲国诶中间一定有一寡无应该有诶代志，无公平诶代志。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观众朋友诶，恁兜恁诶家乡是毋是嘛有即个
你感觉你有看过无公平诶代志吼？安尼嘛是会当想看觅仔讲，上帝要咱伫即个代志内面学啥物，而且咱生伫即个土地呢，希望会当疼即个土地吼，会当疼遮诶人安尼。好，安尼诚多谢老师甲咱搁一摆解感谢说吼，感谢林无生即个我诶林茂学长，生，我会当沾光吼，因为我诶学长安尼，好会当为台湾吼，搁是为无论你是啥物所在吼，会家己饲一个赞，因为咱拢是为着和平吼。愿意拍拼诶人吼，安尼后礼拜伊个下暗，台湾8:10，泰国7:10，澳洲1:10，要做伙来讲故事。多谢老师，愿上帝祝福大家，多谢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再会。好，17，结束了。